昨教育部的台语检定成绩公布啊，宜兰国小的幼儿园对106学年度开始呢，就加这台语结合课程。最近这2-3年，所有老师拢自愿参加认证考试，今年有超过一半拢摕到中级的成绩。幼儿园表示讲，建立学校的保护环境，也会透过考认证，老师也较有系统性去教囡仔。下边是气消报，道边是物理标，物理标的名宜兰国小附属幼儿园的囡仔用台语小解因所熟悉当地宫庙的门神，也同齐笑老师创作门神这条囡仔歌。目前幼儿园无规定一定要上台语课程，不过宜兰国小幼儿园自8当前就开始豆豆教台语融合在课程内底。这2-3档幼儿园的14位老师也小少去考认证，原来当知影家己的台语程度，学上正确的台语，在教细汉囡仔时也较有方法。针对我的帮助，就是我中心来熟悉这个语言，我嘛重新来了解，讲原来台语有7声8调，我为这无共款的声音，甲无共款的这调去重新来学，要来传统这个文化的时阵，我家己会使较知影要安怎去教。今年3月份的教育部台语认证4月28成绩拄公布，计共有17347人报名，11989人去考试，高考率大约69.11%，和去年同期68.69%差不多。宜兰国小幼儿园的老师全拢有考过，这届有一半拢摕到中级。有老师也表示，大家同齐准备，互相分享资源，互相学习，较有动力。上重要的是建立讲母语的环境。已经毕业的囡仔转来的时阵，拢会甲我们分享讲，因为伫遮学习了真侪甲咱本土、甲咱宜兰有关系的一寡课程，所以伊佫较熟悉咱宜兰的在地的一寡文化。除了3到5岁囡仔会晓用台语讲家乡的文化特色，连2岁幼儿班囡仔也拢浸伫台语的环境，若唱台语歌谣，若做红菇粿。幼儿园主任也强调，要营造台语的环境，需要游学久长来看。一部分建立家长的认同感，也需要老师愿意投入编购在办活动各种工课，甲家庭学校学习牵做伙，才通豆豆看到台语生活化的效果。记者张嘉义、林晓凯宜兰报道。